来喽！头都在痛。后面真的假的？经纪人们分享完了吗？开始了吗？我觉得我要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人，我们等人上来。等一下人，等一下人。各位朋友，你现在身后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只要有一个人上来，我们就开始聊天。有了，有了，没关系，我等10个。好，现在几个？等10个2、3个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直接开始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昌宪。那我们现在是在鼓励的现场，那鼓励已经杀青了。那今天是杀青酒，但是我们就决定在杀青酒的这一天来举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赛，因为毕竟我们拍了鼓励拍了整整半年的时间，快6个月。那么从筹备一路到现在，真的大家一起完成了这部戏，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体力应该要很好。查甫人的气力，就在这个时阵爱给踢出来。那我们现场有3位男性，是3位吧？哦，对，3位。你要讲6位男性，3位男性，4位男性，其实是5位男性。其实你莫看阮阿嫂，甲阮迄个秀敏，这2位其实拢就男性化。伊甲阮开讲的内容哦，就是咱莫加讲啊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，要先介绍角色。介绍一下。我不是在用手机，我是在分享。你在分享啊？对。反正大家好，我是鼓励内面饰演文处这个角色，是一个就用讲台语会使嘛，足乐观啊，足拍拼，拢无啥物负能量的人，伊就希望会互当临到我身躯边所有的人，拢通啊真好。这是我角色真重要一个宗旨。所来是我正手边手位，伊就是我阿嫂林文怡，帮我声吹了。哟！大家好，我是林文怡，即摆开始要讲台语上。讲台语，讲台语，我开始就紧张。咱是台语台开台大戏，那会使袂讲台语对无？好，尽量。好，我即摆伫咧鼓励内底演的叫做秋娃啦，就是本主的大嫂。大嫂。嘿，啊。那查要安怎啊？你有讲到 key point， 就是我的大嫂。对，就是本主的大嫂。你看，我的大嫂。对，啊，像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。足够食苦，做传统的妈妈。对，妈妈，对，真够食苦啊。对，真够食苦啊，传统的妈妈。对，无唔对。袂表现出来。无唔对。所以咱爱足细心的。足细心的。嘿，对，足细心的去观察这个人。这代志我想要真足啦。啊，真足啊！你看，台语大师连家。台语大师连家。那我们继续先有请宜家来跟大家介绍。讲台语，讲台语。我咧内底角色叫做李秀敏。哎，你也在做咩？所以即马是听。你当这个小，当这个小。阿兄啦。对啊，阮2个是英雄妹仔啦。对，啊我是陈金小姐。陈金小姐，啊我是少爷嘛，算一个要接唔讨趁吼，啊，敢手咧春长长，就想要，就手春长长，就想要有。茶来伸手。对，就手春长长，就是想要摕一个开一个。了不要惊。了不要惊。会他啦。了不要，会他啦更弱，会他啦什么都没有。了不要紧，还有钱可以。会烧迄2个，迄叫会他啦。会他啦是看啥个老天。喂，我唔是啊，好，谢谢。普龙宫啊，系啦，啊，算讲吼，伫内底，阮厝内底是咧开船公司咧，算真有好嘢，好呀啦。啊，当然，这不是金钟感言哦，不能讲太久。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我收过到后白开啊，去博缴，博输缴，即摆迄种算讲迄种创缴就对啊，创者总负责啦。莫讲伤济哦，导演你讲。好，辉弟，伊就是伊的阿兄，伊是伊的小妹。我做鼓励，我就会拄着。真侪人，真侪故事嘿。我嘛是伫咧做，对做鼓励了，才开始做对伊。所来，这个是我伫生命当中真重要的一个人，伊叫做清风兄，跟大家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鲍珠纯。伫这出戏我叫做鲍珠纯，父子纯啦。对，还有个我们的宝。这出戏我角色叫做5000风，你买单叫我5000块，因为还蛮好记的。5000块，对。我角色是一个足正直、足正义感的人。我跟伊关系是。厝边尔，甲伊无讲足熟嘿，伊拢甲我无啥关系，甲伊上有关系的人，都今日无来。今日有代志无法度来，有代志无法度来。规日这出戏足值得大家看，但是今仔日好看，随便甲你传出来，我们要来举办一个比赛，
苦力苦力第一届阿丘巴锦标赛也是最后一届，应该是最后一届。来，现在线上的朋友好，现在先压一下，对，到底是蔡尚宪问处较有力，还是傅子纯清风啊，还是黄文兴明华？今嘛这是所有工作人员的投票，我觉得他们投得非常好，我们就直接把奖颁给傅子纯，来奖杯拿出来。喂，没呀，时间都未到啦，还没搞时间未到，好了，我们要有志气，咱就参与苦力赶快，做有就拖，做人就有力就改拼。咱这边要开始拼吗？好，来，哎，这个是要先让他们投票，两个女生，你们投票了吗？我们已经投票了，我们心中已经对所以你不让我们知道吗？当然不要让你们知道可以啦，啊。可以啦，来，希望不要伤到太多人的心，其实昌宪很厉害，因为是会伤到一个人。他在戏里面他可以背那个阿炮炮哥有没有20几次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小看他。没有，我真的膝盖受伤了。背完之后来咯，来咯，饰演秀明跟饰演秋月的2位女性，在戏中非常的重要。到底会投给我谁？当然是投给哎呦哦，这是有爱。哎哎呦哎呦，你这暗时真亲吗？这加清楚。虽然这个都是同情票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看这边已经满江红了，不是？这边的笔数已经太大了。你知伊伫戏内面，伊就是沙袋是一支手就通啊害去。阮拢是要用到要死要活，我害袂去一个。那不过是戏啊，跟真实人心是无共款。那说不定为场中看啊。对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看。直接来这是我们的所有人的投票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就是由我们的明华跟那秦红呀，所以我们2个先就对了。先你们先厮杀，就这个位置嘛。所以就一个人在那边演，太远了啦！哎，是要那个啦，啊，无咱传线近一点吗？传线都唔行，啊，无咱你们近一点，镜头比较好带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不要互相呛啊，谢谢你们互相呛。哎，啊，你嘛学会啦，迄有椅啊，迄有一个空的椅啊，菜，你等下。哦，啊，咱要徛咧也是要坐的，我来，你们坐着吧你们这样可以吗坐着，对对这样对，这样会不公平吧？是的没有就这样啊。背板这样子会好弄吗？不是啊，你是右撇子嘛？不，哎，对啊，你也是右撇子，对就没有什么好不公平。那就 OK 啦。安全好，安尼好。好，来2位选手各就各位。安尼，会使吗？有开吗？伊安尼，伊敢若看，我等我喂，伊安尼敢若看，安尼，对不对？还在不？对啊。可以说你脚白，还是你想要那边？你脚白，你想要换边？其实我觉得拿原板凳应该不要，好伊还有一个板凳，不然这其实还蛮不好意思，尴尬。那个中职比赛我们有争议，哎，先上广告，先上广告，这样吗？然后在中间嘛，这样也太低了吧？我的什么呀？对啊，安尼嘛，对啊，安尼嘛，安尼的，安尼嘛，没有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这样是不是很有气势？对啊。你看这个姿势，到底是什么比赛啦？交球法，来，你先，快点聊。安尼，来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好克难哦，怎么会这个姿势？因为他我们连杀青酒都很鼓励啊。我觉得我不能蹲太久，不然我会有感觉。那我就来当裁判好了。我爱当莫伊亚的呀，伊亚莫伊亚的是，就安尼好啊。是惊，哎呀，现在该那里，无论是你也在花呀，你好，你也在花呀。好，好，各位那个线上大概上千名的粉丝朋友们，不管了，现在苦力的这里有没有？阿丘巴第一届阿丘巴锦标赛即将开始。现在我们右手边的就是我们的明华黄文兴，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傅子纯。到底谁会胜利？我们立刻来为大家揭晓。来啊！跟介绍。各位，来，预备，好，可以出力。好，开始。加油！各自为了自己心爱的，我们还要剩几分钟啊？哦，还有几分钟？不是，哇！对啊，那秒杀啊！被秒杀哎！来颁奖。这是我应得的。恭喜子纯获得我们第一届阿丘巴的比赛。等一下，
一切都在那个我们的预料预料当中，这就结束了。换主持人啊，不是，还有主持啊，上面还有一位哦。 3位选手对不对？3位嘛，是的，对，还有这一位嘛。是所以主持的，人是跟输的人比，还是没有，直接就是跟你直接大的挑战赢的，好不好？直接挑战赢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换主持人，转达一下啊。我替你报喜。不要播掉。来，我们现在换选手。哎，其实我真的。哎，谁要当评审？谁要当评审？对，认真一点啊。长线都有在健身哎，你要冲浪。你看看姐，这手骨差这会赢？会赢吗？我其实毛你要让我一解，我让你解，所以我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你看这手骨差这哪可能？好，直接画叉叉。好来，上书向你啊，向西向我等下就知影啊，好，来。你有要动我们不是3秒了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为什么要这样厮杀？为什么？这为什么？这是谁想出来的单元？杀星球应该很 peace 才对的，好吧，好不好？让清楚了啊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加油！可以的。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角度看子纯哥太轻松，他刚刚这样1秒，还有2秒，是不是？我有给你3秒哦，你说我3秒，还是10秒？你嘴卡给我等一条，你背了不是？哎呀，名副其实。哎，不是，而且重点是你们2个都有扶椅子，他完全没有，他就是这样。他超轻松，他面无表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好了吗？时间到了吗？可以了哈。哎，我觉得那是不是要比说2名那个？不愧是公投啊，对不对？我第1名，那就2跟3啊。我们其实觉得不在意。我真的想要跟他们想要吃饭了，不是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和为贵。对，太感人了！来颁奖！恭喜我们鼓励里面最有力的男人，没错，就是那个秦红呀。所以没有礼物啊。哎，没有，礼物就是下去喝3杯，喝3杯。你们是这样子，对，力王的头衔，就这样。哦，鼓励王的白就等到时候宣传的时候，最 man 的男人，最 man 的男我人，们那好不好？个小沙袋，他用真的哦。好，安尼既然拢比了冠军嘛出来，咱去吃饭。啊，讲吧，不是，还没啦。要推荐，要推荐。一下。啊，对，来用台语介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。咱简单一句话，就是用你上辛苦的心来介绍咱这出戏。简单几句话就好啊，用台语讲。安尼既然台语上好，就是咱的名画。那你来开吧。对，从左边开始。鼓励这出戏呢，简单讲一句，就是有欢喜，有悲伤，有快乐，嘛有流目屎的戏出，有友情、亲情，嘛有爱情，伊嘛有一寡吼，互人迄个规个有启发性的迄个励志的剧情，吼，所以大家更加想看，咱吼公司所这个台语台所做的这个新的这出时代大剧，鼓励。这有得拖啊！我这是唔是我要讲？啊，不是你讲。做人就无。啊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我是听我讲话，你都无得讲。好，你先讲。我讲简单啦。这个戏是阮全部演员、个导演、个工作人员，我永远会、个歌、个全部精神去拍。是老会啊！我有老会，你有老会啊！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收看咱这苦力，拜托，恳请支持。哇，你真讲伤济啊！苦力。好，我先吹嘞。这是阮公司的开牌大戏，鼓励你若无看，就对不起你家己啦。脚了！你说赶快拍制作人，趁现在享受赛。吃饭，拜拜。
你看我们演员感情有多好。刚刚下面。